家庭的力量是啥？是互相支持，是毋管拄着什么代志，拢会当做伙去面对，手牵手，心连心。对，所以我看到今日这集的参赛家庭的时阵，我心内感觉真感动。所以规家伙会当做伙摕到想要伫的礼物，迄才是真真正正的幸福嘞。这个幸福嘛，要分享给现场的观众朋友。所以现场的观众朋友只要就台来挑战，就有机会摕到红包，做伙享受这个幸福。所以大家做伙加油，好不好？咱马上来欢迎头一组一定中奖员。欢迎！再来欢迎勇敢的囡仔！第三组欢迎 T00第00，欢迎。最后一组欢迎芙蓉公李。欢迎！赞，大家看起来拢真有战斗力。无唔对，马上来进行今日的比赛。欢迎一定中奖员。大家好，我是伟忠张伟忠，我是爸爸张忠义，弟弟张伟平。这位是我的妈妈吴婷。吴婷妈妈。其实我发现哦，就算讲平常时有咧讲台语的人啦，你要讲家己的名嘛，无啥简单的。强袂记你叫什么名？弟弟，我妈妈伊拢记无啥会起来。系啊，伟忠是歌手嘛。是。我常常伫咧其他的节目上听你唱歌，歌声是足好听的。我是因为吼细汉的时阵看迄个电视的歌唱比赛，敢若唱歌足好耍安尼，我唱歌大家伫下较拍谱安尼敢若袂歹安尼。就甲阮妈妈讲吼，我想要学唱歌安尼，差不多就是7、8岁的时阵，爸爸妈妈就安尼载我是去比赛，真正真辛苦。迄当阵我咧比迄个电视台的比赛，妈妈拢会甲我去台北。妈妈敢无其他的工课？有啊，因为迄当阵厝内底咧卖早顿。卖早顿。就忝的呢。就忝，所以讲妈妈就陪我去录影，爸爸就伫厝里看迄个过灯当要卖早顿物件，妈妈就甲我去台北比赛，录了咱就坐车回来，伊就可能伫迄个客运顶悬休困，等去到厝里，可能洗一下嘴，整理一下就过去卖早顿。比赛了后因为我算是无讲有迄个稳定收入的工课，稳定，一个月有一场，安尼就可能在头前。但是阮妈妈搁有阮阿姨，其实拢会关心我伫咧台北的生活。迄当阵算是有真侪厝内底的帮忙安尼，所以会当互我继续安尼坚持行这条路。伫咧这几档算是有淡薄仔成绩的这个回收回来。虽然讲这过程真辛苦啦，毋过妈妈你看到伟忠即马愈来愈有成绩啊，遮侪人来支持，你是毋是嘛真感动？因为伊细汉就做爱唱歌，所以我嘛歹势甲伊讲，莫搁行。所以是歹势。我真係歹勢呢？你唱得今日总算知影，妈妈只是歹势讲啦。我嘛知伫台北吼生活足痛苦的，够痛苦。哎呀，我嘛拢做唔甘的啊，所以当时拢想讲哦，替选择这条路吼，伊安尼选嘛对唔对？就讲好继续支持啦。所以伊安尼即马。就一直甲鼓励，无我嘛知伫台北吼生活足痛苦的，我才知即马有这条必顺哈。有即马这条必顺哈。其实我对这有看到，伟忠咧讲伊较早的生活的时阵，妈妈其实目眶就红啊，一直有真侪记忆，熊熊伫咧伊的头壳内面，对无？哇，伊感情遐尼好，到底今日要爱幸福的是啥？咱做伙来看。哇！55型的液晶电视，是安怎会选这个礼物？因为其实阮兜客厅迄台电视我就是讲有拍SPA咧，敢知？一点，我就是讲，迄是阮兜的电费啊，啥？唔是，迄是电视家己的效果。嘿啊，我想讲，拄好有这个机会，无就来换一台电视安尼。那呢，伟忠的厝内是毋是会当换一台新的电视？就来看今日的挑战是毋是有成功啊？好，来，马上来进行乒乓看袂惯。
用乒乓拍倒阿鲁米管啊，拢总有10粒乒乓拍倒5关，就算过关啊，有2届机会哦。一届挑战会当有2个人，恁敢有安排好势啊？第一届机会是我甲爸爸。咱做伙来看练习的过程。电视要拍的款啊，白点愈来愈侪。紧。好，我知道啊。少年的，你的愿望我听到啊。啊，你是要比什么版？我吼为了要达成大家的愿望，我去报名公司的节目录影，只要挑战成功后，就会当有新的电视哦。啊，任务是啥？这任务就是乒乓看袂惯。但是阮都讲有关啊。那唔较简单，遮。好，来，紧来，先啉，啉了才有管了会使练习，为了电视，紧来拼。哦，你那边煮啥？无聊的。你拢讲赶快啊！哦，搞。哦，来，恁2个来斗用啦。这旁里啦，食饭啦。而且咱那个奖品上摆了吧？我起来了。爸爸。恁兜的涂骹最近应该是足清气哦。哦，阮这练习的过程哦，咱练1点钟可能有40分钟拢在扣球。做伙加油一下！一定中奖完，耶！定中奖完，请就位。乒乓看袂惯，请开始。来哦，加油哦！安尼飞起来，较假嘞，用推的，有较接近哦。袂歹哦。哎呀，袂当拍伤悬啊！哎呀，我爸爸。哎呦！真厉害呢！哇，10点嘛！啊，够2粒，我都过关了。啊，有机会，有可能一届讲三冠。来。啊！我感觉伊在想哦，假使讲伊无甲伟忠甲做伙，伊就100%过关。要紧啊，讲有第2届机会。我想讲吼，爱互弟弟有一个画面啊。哎呀，互弟弟一个表现机会嘛，对不？伊身材遐尼好，来，一定中奖完。第2届挑战，乒乓看袂惯，请开始。加油！加油！爸爸！超级的标啊！你店名看起来无啥欢喜咧，你好先拍无？我都表现。我都架头啊！我这就难。来，我牛你啦！为着要和你表现，加油！你，这就是你表现的机会哦。好，你走到来，嘿。爱较加油！够3粒，加油哦！
这修片啊！豆豆来，乔姐，乔姐，最后一粒，来哦！加多少失败啊！爸爸今麦一定有足万谈的，想要要加两个后生家做伙，伊家己来，伊家己看了啊。真可惜，我都摕到这个幸福礼啦。对啊，啊，不过真正是无遐尼简单啦。哇，咱现场的观众朋友来挑战看卖吼，10粒乒乓，只要拍到2支管啊，就算过关，就会当得到1000块的奖金。来，我算个3哦，1、2、3。亚手，哦，这妹妹，分啊是外套的妹妹，来，哦妹妹，你叫什么名？李尊，加油哦！乒乓跨袂关，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加油，妹妹，加油！哦，哎，你可以妹妹这样子，，妹妹，你可以倒倒来，倒倒来，我给你。快，你跟他有咧，哎，过一关，过一关，过一关！终于过关了！哇，恭喜你这个1000块的奖金！恭喜！多谢妹妹，多谢妹妹。拄则迄个妹妹咧耍的时阵，我有听到妈妈伫咧边仔讲，我早知影就无爱互恁看。妈妈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嘛，赶快1000块的奖金！来，今马来挑战啊，请开始。来，加油，加油加油！哎呦！我来。喂，你安尼无够力啦，太搞烂了。嘿啦，妈妈讲是一种新的方式呢。出来，妈妈加油啊！你安尼无够力啦。哎呀，无够啦，无烂啦。其实有准，嘿，啊，不过无够力，啦。嘿，哎呀！差一点嘛，差一点嘛。妹妹你要拍。哎呀，你强啊！妈妈拄则比赛拢完全掉卡见啦。妈妈加油！加油！你看，过一个，过一个。过一关就过关啊！到一关来到这就1000块啊！1000块！为中过呢！加油，加油，妈妈加油！难的呢。真的嘞。来，最后。真可惜无过关，真正无简单啊！都这爸爸的表情真正足好笑，最后一粒无跳下。啊个想到要去食饭拍婆啊！系啊，因为哦，伊心内想想想到转去，搁过生活，所以表情爱袂当收歹啊，控制好，心声袂当讲出来。对啊，要紧啦，规家伙拢留落来真好的记忆，对吧？啊，改再过来。嘿，你真罕会当甲爸爸妈妈、弟弟做伙就这无嘛？对，真的。啊，你即马有啥物话想要对因讲的？哦，啊，妈妈，自细汉其实你，互我去学唱歌，啊，到即马，其实我知影厝内底有真侪辛苦的所在，啊，你嘛一直真正无条件安尼支持我，会当互我为细汉唱歌到即马。我嘛知影讲，厝内底有足侪足辛苦的所在，嘛迄段期间，但是咱拢行过来啊，所以未来我会继续拍拼，嘛袂个互恁烦恼安尼。我爱你。欢迎勇敢的囡仔。大家好，我是妈妈何平峰。大家好，我是弟弟钟婷。吴婷，大家好，我是妹妹小舞动。恁是安怎会互即个勇敢的囡仔即个名？因为弟弟5岁的时候，伊是脑瘤的囡仔，啊，伊细汉伊就有做先开脑，啊，然后做化疗甲放疗，啊，伊的时间安尼全部算落来，差不多3年半左右。哎，时间真久呢，而且5岁时阵还阁真细汉。嘿，对啊，伊真正足细汉的。对恁来讲，一定真无简单吼。只要受到迄囡仔伫咧遮尔细汉的时阵，爱去做遐尔侪的检查，爱去病治疗，迄就真正足辛苦的。而且迄当阵治疗拢爱注麻射对无？嘿啊，因伤细汉，
伊会抗拒，会惊，然后伊变做要做治疗时阵做放疗，拢是爱靠镇定、麻下，嘿，啊，互伊困，啊，互伊困，较我都做。但是伊煮伤侪麻下，对伊来讲，伊会做成啉酒醉，会讲，啊，然后起来会吐。啊，因为阮当地医生嘛做好，是，伊会送伊贴纸，嘿，啊，伊鼓励，啊，伊就会甲讲，啊，说看会当卖煮麻下，咱就尽量卖煮，啊，你试看卖，啊，伊差不多做5、6道了后的放疗，伊就会当家己适应，互伊家己入去做。就无煮麻就下，无煮麻下后，就家己来啊。才5岁呢，嘿，5岁啊，真真我就勇敢的呢。你迄当阵有这个决定的时阵，你敢会惊啊？没。袂。啊，你无想要互妈妈烦恼对无？嘿。咱的妈妈，迄当阵5岁，其实还阁足细汉的，啊是安怎发现脑瘤？因为阮下课拢会先写字，啊写我家己带伊洗身躯，来较食饭。啊有一道我先写字奇怪，伊通常会足少写字写足久，然后开伊房间甲看，我看伊倒伫遐咧喊，我问讲啊你是安怎？伊讲妈妈我头足疼，啊无咱紧来病院检查看卖啊，做CT。啊，伊做了，伊就讲哦，妈妈，这弟弟的小脑有一个肿瘤足大，啊，就甲伊转去加护病房。所以状况是真严重啊。对啊。我相信恁阿某一定是嘛有互相体谅啦，因为你爱照顾囡仔，只要做爸爸妈妈的，拢会当了解迄个心情，迄当阵心内的状况一定是无啥好，因为会足艰苦的，足伤心的。其实我甲当然嘛是，因为厝诶有4个囡仔，所以阮为着工课，为着厝诶代志，真正代志足多的，所以阮定定拢无法度好好开讲。所以你甲你翁婿嘛，一定真罕咧有时间会当好好讲话，对无？嘿，真正，因为阮人拢做甲作晚。有阵遐囡仔看无爸爸呢，嘛是会问啊爸爸几点会倒来。其实我相信啦，爸爸无法度甲囡仔见面，对伊来讲嘛是真艰苦。啊，毋过伊必须爱做工课。对啊。对，因为恁伫咧病院做治疗的时阵，拢有真侪费用爱开嘛。真正就感动。你一定会好起来，对不？加油！要有信心。加油！哇，看你勇敢的屋顶，看你辛苦的爸爸妈妈，啊，因想要得到的幸福咧会是啥？咱做伙来看。看到枪！真好看呢！这幸福咧是要互啥人的？互弟弟，因为伊有肿瘤是生伫伊的小脑，啊，小脑是控制咱囡仔平衡。那你这个礼物你敢有介意？有介意？吼，那你今仔日就爱较拍拼，爱成功，甲这个脚踏车炸转去厝的，好不？好，好，加油吼！今马上来进行背着奖的位。下飞轮机，和飞轮机降落伫咧天墘坪，拢总有9台飞轮机，一台顺利降落就算过关啊！这个尤其是谁要来挑战？3个做伙。3个人拢要挑战哦。对，阮去病院嘛有去搭飞机去练习呢。你去病院嘛咧练习？哇，这认真哦！来，咱做伙来看因练习的过程。弟弟，你咧创啥？你哪会坐伫遮？哦，这么乖，啊妈妈给你一个任务卡，敢好？你敢有信心？哦，开始。哦，最急了呢。咻。哦，差小看，爱搁较大力小看哈，距离才会够远，射较悬呢。嗨，雨婷。哥哥会当开始练习啊，有该配合好哦，加油加油，哥哥！哇，伤大力啦！哇，我妹妹调整小飞机，配合好，看准较像。一为你对所在。哦，好棒哦！哦，超车过。对所在。为第二所在。哎呀，要飞去厝尾顶哦。为第二所在。加油！啊，差小可。妈妈来调整小飞机。啊！我要加油，把这幸福咧刷回来。阿仔，就要落雨啊！我一定要把哥哥幸福咧刷回来，你讲好无？啊！哇，
最后是谁咧叫？护士，要看诊啊！哦，要看诊啊！看诊啊！哦，哎，护理师真大心的，我专工走出来，敢有信心？有，做伙来加油！勇敢的囡仔，加油一个！加油！好，来，勇敢的囡仔，请就位。背着吊的位，请开始。3、2、1，你们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水底电收藏。赶紧，我哥哥。不停地笑。哥哥加油！较大啦一挂。再大力一点点。较大啦！妈妈较大啦嘞！妈妈，我知影，因为你嘴无讲，背地吊的所在。可以啊，背地吊的所在。今日的幸福的脚踏车走登去厝诶！好高兴，有欢喜吧？有无？所以来，哇，咱的观众朋友，恁的红包时间来哦！观众朋友，5台只要1台成功就算过关，会当得到1000块的红包。1、2、3，哎呦，来头一排这位妈妈，欢迎！你上紧。你叫啥物名？小军。你拄则看因算的时阵，你敢有信心？有。好，来背着吊的位，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哎呦，较大力。等下。你是不是袂记啥物代志？哎呀，背着吊的所在，公园倒转来。来，吊啊！我讲大声。背着吊的所在，公园倒转来。加油！背着吊的所在，公园倒转来。加油！多谢你，多谢。搁一次恭喜恁得到今日的幸福礼，来，有婷，你即摆当去看你的脚踏车，Go！哥哥好棒哦，浩婷。哇，来，爱继续加油哦！我相信其实武婷的乐观，武婷对家己的信心，嘛，互爸爸妈妈上大的鼓励吼。对啊。来，妈妈，你敢有啥物话想要对爸爸讲的？我感觉工课爱做是无对，毋好做遐换，伊身体真正爱顾，我嘛较袂遐烦恼，嘿，对啊，嘛希望弟弟会当身体安尼健康，对啊，做检查拢是片子都拍出来都是干净的，对，谢谢。加油，爸爸！我知影你今日是无啥想要起来食啦，不过我落去敢会用的。来，那你有啥物话想要对你的某讲无？我足感谢阮某，阮这3囡仔过了袂歹。我知影伊足辛苦，互我有时间出去外口打拼。哦，多谢爸爸。爸爸看起来就真美术啦，不过伊的心内一定有真侪感谢。弟弟，你嘛要坚强，要有信心，好不好？来，现场的观众朋友，咱做伙为因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啊！欢迎700第00。现在好遐尼古水的名，恁兜敢有人咧做西工？因为阮规家伙仔拢姓林。哦，
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妈妈林培文。Hello， 我是林文静。欢迎。我是阿姑林雨欣。阿姑哦，是阿姑。是谁要报名参加这部的？是我。是你哦！哇，你哪遐尼勇敢？自细汉就有想法的，因为就爱跳舞。跳国标舞，因为自细汉伊就爱跳，啊跳到大汉跳。讲啊，读册嘛足重要，伊就讲只要恁愿意，互我继续跳舞，我册一定家己读甲足好的。所以阮就想讲，既然囡仔有想法啦，阮就支持安尼。啊，今仔日真罕的来到这，是不是表演一段互大家看？文静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加油！只有自信，赞！哇！哇哦！伊跳舞的时阵，该讲话的时阵，迄完全无共款，无共一个人。啊，文静敢有其他的兄弟姊妹啊？我有弟弟甲妹妹。弟弟甲妹妹啊！啊，弟弟坐咧遐。弟弟伫遐。哎，弟弟。Hello。弟弟嘛足够醉的。弟弟是万杯天使。对，万杯天使。哇，安尼带起来会搁较辛苦，搁较困难的。啊，你一个人带三个囡仔，敢有法？啊，就拄好厝里较人有够，啊，搁叫小弟转来甲我斗3工安尼。啊，阿姑敢有结婚？无，我无结婚。啊，文静，你是毋是细汉时阵有对阿姑讲过啥物话？阿姑无结婚，啊，阮就无人照顾。哦，无人照顾啊！你讲阿姑若结婚，因三个都变孤儿啊。啊，阿姑一世人都袂当结婚啊！大汉啊，因哋拢世界替阿姑咧找对象啊。是哦。比如讲去幼稚园，啊看到老师要结婚了，讲阿姑这个老师要结婚，会甲老师讲，我阿姑哥单身安尼嘿。那呢，即马现场敢有看顺眼的？今日毋是爱加油挑战的。哦，我想讲，阿姑带着某，共赢斗转来哦。阿姑加油！来，啊是爱看今仔日因想要得到的幸福的小型的卡拉 OK。这礼物要送互弟弟的，因为阮兜的弟弟就爱唱歌，啊，毋过伊嘛就爱夹物件，所以阮兜足侪物件拢互伊夹歹去。厝里有一台迄个细只迄个卡拉 OK 机，迄电池拢夹到要闭。哦，安尼嘛足危险的。啊，伊就阮就收起来，啊，伊就变换顶悬的迄个麦克风的迄个头。就夹到嘴高安尼，啊，想讲啊，既然有机会，啊，无咱就换一只新的互弟弟安尼。马上来进行洗面食水果，把水内底的苹果夹起来，1分钟的时间，夹5粒苹果，有2届机会哦。你嘛要挑战哦？你敢有法度？我有练习。安尼阿姑无法度参加，你家参加，你愿意啊？我来。互阿姑水水的去找阿金。哦，安尼这遐尼困难的游戏哦，伫咧练习的过程一定嘛真无简单。咱做伙来看因练习过程。阿姑，我叫你挑战一个电视节目。跳舞比赛吗？你叫我做。安尼。阿姑有一个。阿姑袂记的啊，一个。什么？洗面食水果。什么？呀，这里啊，在挑战啊。啊，苹果，去甲苹果起来。5粒哦。剩4粒。妹妹啊，苹果咧。咱来挑战。妈妈真的咬下去了。系啊，你敢加有？加无。加无哦，有难无？有难无？有足难无？哦，咱即摆试看卖挑战哦。好。阿姑，你甲指挥哦，啊你目睭爱看开。头前。敢若足难安尼。哦，咱才有40秒尔咧，即摆你40秒啊咧。好来。加手表。不要，手表。弟弟，别再换苹果啊，弟弟。哦，1分35秒，爱40秒咧，敢有法度？开始嘛时间嘛。哦，开始嘛有时间，好，咱豆豆练习，好唔好？好。你用面去感觉苹果伫堆。
加出饼有3粒，头前，加出饼，夹无条，哇！倒手饼，20秒尔咧。不是啉水哦，是加糖果哦。一定不能喝。甲你介绍一个，这拢阮家派的衣啊。哦，无一条无歹的。啊，弟弟，啊，你搁咧加，哦。够厉害的啊！天零零地零零，加油一个！天零零地零零，加油！哎，来，天零零地零零，请就位。西面食水果，请开始。3、2、1， 加油！哇塞！找到来，最后几粒！加油！你找到来，加嘞！恭喜过关哦，恭迎到登来！32秒你就完成了呢，恭喜哦！啊，文静有欢喜无？你即摆会当把这个小型的卡拉 OK 送给弟弟啊！哇，真欢喜，今日会当把幸福咧砸转去。啊，虽然讲哦，文静真厉害啊，32秒都完成这个挑战啊。观众朋友，敢有人想要来试看卖？咱只要30秒以内加2粒，就会当得到1000块的奖金，1、2、3。来，后壁这位哥哥，来到头前。来，这位哥哥你好。大家好，我叫张建豪。来，我帮你提。哦，来哦。西面食水果，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加油！哎，马上一真厉害！加油！换一粒，换一粒。2、6、5、4、3。恭喜过关哦！真正有淡薄困难哦。新年有保庇哦！感谢我关心带军妈祖有保庇哦。哎呦，恭喜你得到1000块的奖金！恭喜哦！欢迎普龙公里。哇，这名足高水烟呢，是谁号的？哎，是妈妈号的。妈妈号是安怎？因为阮规个伙仔的台语吼，除了我，其他拢真正非常普通讲。原来是安尼哦。我大拢姓李，我想我无叫普通讲李好啊。哦。啊，爸爸是为倒位来的？诶，爸爸是对加拿大。哦，加拿大来。啊，爸爸过来台湾偌久？哎，真正爸爸。爸爸真正。爸爸来啊！你是不是知影爸爸听无，所以伫遐学白讲啊？不是啦，爸爸来台湾，恁结婚偌久？结婚差不多10几年安。所以20年爸爸也是袂晓讲台语。安尼嘛是足厉害呢，国语嘛小可普通讲。小可普通讲。好，来，和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林迈克。哦，Michael。大家好，我是熊巧，音译是熊巧。很帅呢。大家好，我是艾丽莎，一个叫阿丽莎。大家好，我是妈妈李维琪，英语叫做 Vicky。啊，你甲爸爸算是一个恋情。啊，人讲外国人会较罗曼蒂克，敢有？有啦，我会记迄当阵啊吼，伊咧求婚的时阵，求婚的时阵，因为阮熟才差不多1个礼拜，我就去上海做工课。第一届我要回来台湾的时阵哦，去飞机场嘛，然后一到的时阵，迄门一拍开，我看到伊啊，伊咧甲我握手嘛，
等下，我先来放尿。啉足久的，你睇等下，我才去放尿嘛。出来的时阵，我就知影 ，It's the moment 来了。哇 ，It's the moment 来啊！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就结婚啦！结婚！所以你为变数出来的时阵，伊就跪的啊。嘿，伊就跪了啊。是哦，伫咧变数门口。这不是重点啊！变数的人就多对吧？伊咧跪的时阵。已经跪了啊！开始咧 romantic 的时阵，一个阿伯讲，变数去正啦。我知影，伊互人看起来18度听跪伫啊！伊着美的款啦。规个婚礼吼，上重要就是迄个阿伯。啊，你是安怎今日会来参加节目？因为珊姨甲恩正两个是做伙跳舞的，两个是舞伴，嘿，两个是舞伴。啊，因为恩正来上节目嘛，啊，就想讲啊，无阮做伙来安尼，啊，大家闹热安尼啊，所以阮就做伙啊。上跳，你今日嘛要表演一段国标舞吗？是吗？不是，我是来表演小提琴。哇！小提琴，这么厉害，各位好，还要练哦。对。安尼大家拍拍者好不好？哇！你阁会晓跳舞，阁会晓下摆啊！你真足厉害的呢！啊，咱做伙来看，恁要爱幸福的是啥？运动革命机。是安怎会想要爱这个礼物？因为即马恩正甲珊姨吼，因两个人是算做即个跳舞的歌手。对。所以我想讲，难得的机会吼，假使若出国先咧跳舞吼，我当用搁较。专业的这个摄影机，嘿，来甲伊翕的话，这嘛是一个足好的回忆啦。来，马上来进行手竿徛好好，靠吊线甲钳仔，互坦倒的手竿徛起来，只要一支就算成功啊！有3届机会哦。这看起来真简单，啊，不过真正是不是有遐尼简单？咱做伙来看因练习的过程。Hey guys，嘿，是要听我讲话无？录。听无什么啦？咱大家做伙拍开看下好无？阿公，预备，好好酒。我啉酒啦，阿公来，我家里来了。来哦。叫袂伤济。来，干杯。假是哦，阿孙嘞唔当安尼啦。你啉茶呗。安那哟。我一日一罐，啊你喝那么多罐。你较早讲要以前阿公开了济，拢啉到要完啊咧。哎呀，东西那么多啊。哦，你啉到拢醉啊，阿公啉到拢醉啊，你看卖，孙嘞，哦。完啦，哇，都完呀。来，对。马尾生啊，夜市钓竿那神手，最好是你啦。啊！那个，再试试。慢慢来，来哟。往这里，往这里。听讲老师甲耍手竿啊，甲跳舞做伙，咱来看卖啊，珊姨敢会成功哈。现场就侪小朋友在看，大家都在给珊姨加油，有看起来有机会哦。Yes， 谢谢大家。手竿啊，互伊徛起来的国际比赛，斯里兰卡队。加油！加油！高大队！耶！加
好，边仔的观众笑到足大声。斯里兰卡队，即马看起来，敢若妹妹嘛想要讲啊哦，已经4分要半哦，咱到即马拢还袂有哦，咱甲咱两队的要甲因倒数哦，8时间到，咱获胜的 team 是 Canada。这久无带因来夜市啊，头家来 PK， 就敢若结果，耶！有炸，好，行 ，Let's go！ 看到啥物想要食，拢会使哦。糖葫芦，看，葫芦啊，看，葫芦。哎，这个不敢啊，跟头家 PK。咱带你比赛看看好不好？几分钟内底啥物人钓到上多 will win，OK？ 好 ，OK ready？OK， 加油，加油！第一题敢若粪扫塔要满哦，你爱较紧的哦。卖差，我要倒数啊哦，5、4、3、2、1，停。好来，咱算看卖18、19、20、21。Steady， you are the winner。哎呀！阮绝对会当摕到这个幸福好礼，大家咱有信心吧？哇！哎呦！哇！哦，伫影片内面有看到上体有跳迄国标舞呢。对啊，跳卡手呢。系啊，普隆公你来加油一下。普隆公里，加油！哦，普隆公里，请就位。酒矸徛好，请开始。加油哦！加油！豆豆来！哎！哦，迄会good呢。加油！加油 ！Vicky 加油！只要这个圈啊无离开酒矸，拢无算失败哦吼。我看看妈妈嘛真会跳舞哦。加油！喂，成功啊！差一点嘛！爸爸，话你啊，酒矸徛好，普隆公里第2届挑战，请开始。来，爸爸加油哦 ，Mike 加油哦 ，Mike 加油 ，fighting！ 啊！动算！ Keep going！ 动算！哦，真正就紧张诶！哦，真可惜，无成功。失掉全村的希望。替你的查某囝加油一下 ！1、2、3， 上体动算！来，酒矸徛好，普隆公里第3届挑战，请开始。上体加油！加油！慢慢的，加油！豆豆来，上体最紧张的。来啊！豆豆来！真稳定，有机会。豆豆来，要成功啊！加油！加油！终于过关了！普隆公里终于到站啦！运动热压机炸上去！爸爸妈妈，敢有啥物话要对上跳讲的？ Chantel, everything you do, I'm just so proud of you. Everything you do is just amazing. Couldn't be prouder. 伊感觉就公用有这个组囝。上车哦，it's okay。一个查某囝，哎，
妈妈小揽者，爸爸，该抱一个啦！哎呦，这画面真正足幸福的。我感觉上头应该对家己哦，嘛有真侪要求，对不？系啊，因为这选手不简单啊，系啊，我刚按照妈妈恰恰陪因去比赛，像咧因比赛吼，有当时规工安尼落来10几点钟，也无正常食，啊嘛无会当好好歇困安尼。毋过因两个真正拢坚持到最后，啊嘛得到足好的成绩，所以刷落去的比赛，爸爸妈妈会继续支持你。毋过你一定爱知影讲，你家己的目标是啥物货，然后你一定爱家己加油，知影无？上体要加油！也毋过，输赢毋是重点，重点是你有一个遐尼爱你的爸爸妈妈，啊，佮有小妹，大家拢陪伫你的身躯边，你做每一件代志，拢爱真快乐、真欢喜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刷来，哇，观众朋友来挑战哦，有3届的机会，只要互这囡仔徛起来。就会当得到1000块的奖金。来，我算到3吼，1、2、3。来，这位妈妈。欢迎。你几岁？李淑芝。哦，淑芝姐姐你好。你好。啊，你敢有算过这游戏？唔捌呢。唔捌哦。啊，你敢有信心？有啊。好，来，试看卖。来，请就位。手感徛好，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加油啊，阿姨！豆豆听，豆豆来！来，你即马徛加油！对的。豆豆来！加油！豆豆来！爱卡慢呢，安尼有机会？有机会哦！哇，你这滑快呢！来了，要成功了！手感徛好，观众朋友的挑战，第2届挑战，请开始。加油！加油，阿姨！加油！超厉害！哦！加油！来了！哇，有机会哦！有机会！吹到风向哦！豆豆来！豆豆来哦！卖手气！阿姨，无要紧，阁有最后1届机会，手感徛好，观众朋友第3届挑战，请开始。阿姨加油，最后1届机会啊！动算，豆豆来！加油！要成功啊！欢喜对吧？真的，一个人算3届。无要紧，今日暗时困的时阵嘛爱笑啊。对。谢谢阿姨。咱做1届，互因看下好不好？恭喜普龙公你！哇！今日节目互阮知影，不管是辛苦白疼，还是经济上的挑战，拄到啥物款的困难，拢要勇敢去面对。这就是今日4组家庭面对生活的态度。赶紧来报名，阮等你来挑战哦！公赢倒转来，拜拜！耶，谢谢，多谢。